講到做生意，合得嚟就一齊賺大錢，合唔嚟就一拍兩散。呢個本來係商場上嘅常態。不過當呢件事嘅女主角變成 TVB 視后，而合作對象又啱好係傳咗好耐緋聞嘅日籍甜品師嘅時候，呢一封突然彈出嚟嘅律師聲明，睇起身就真係冇咁簡單啦。前排龔嘉欣突然喺社交平台掟出咗一粒震撼彈，佢透過律師樓正式發出嚴正聲明，宣布同品牌 Q 終止所有嘅合作關係，而且擺明車馬表示對方之後有任何法律責任通通與佢無關。根據律師樓發出嘅法律文件，聲明裏面列出兩大重點。第一，其實早喺2025年1月23日開始，龔嘉欣就已經同 Q 以及旗下所有相關品牌終止咗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嘅法律關係。第二，同樣係由2025年1月23日開始，呢個品牌嘅老闆、相關品牌或者係員工代理喺外面搞出乜嘢大頭佛，有乜嘢疏忽或者甩漏，龔嘉欣一概唔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咁呢句話係咩意思？講白咗啦，就係原嚟早喺1年半之前，佢就已經同呢個品牌劃清界線。如今大費周章揾律師公佈，好明顯啊，就係想徹底斬草除根，唔想再同對方有任何嘅拉扯。講到 Q 就唔可以唔提龔嘉欣同日籍甜品大師松岡哲也嘅嗰段撲朔迷離嘅關係。回想2023年嘅時候，33歲嘅龔嘉欣被爆出秘密拍拖2年。男主角好快就被網友人肉搜索咗出嚟，發現係一個高大靚仔嘅日本甜品師。當時龔嘉欣面對傳媒，仲甜絲絲咁樣暗示自己已經脫單。被問到有冇機會做兔年新娘嘅時候，佢更加係忍唔住漏口風話：今年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啊，自己都大個女啦，有好消息會同大家公佈。冇過幾耐，佢嘅好閨蜜陳凱琳喺社交網嗰度分享咗一段去好姊妹屋企拜年嘅短片。有眼尖嘅網友即刻發現龔嘉欣同一個紅衣男全程親密，大家紛紛就猜測呢一個男人極有可能係龔嘉欣嘅新歡。消息傳出之後，紅衣男隨即就被網友起底，正係松岡哲也。呢個松岡哲也確實亦都有幾分知識，喺九州長崎長大，18歲就開始學整甜品，之後又去到福岡實習，足足係花咗6年時間去鑽研蛋糕同和果子。後嚟佢24歲隻身去東京拍廣告，直到2013年嚟香港行 show，機緣巧合之下認識咗幾個想開蛋糕店嘅日本朋友，就決定留喺香港發展，先後喺尖沙咀 K11 同銅鑼灣打響名堂。當時有消息稱龔嘉欣同松岡哲也亦都係經媒人陳凱琳介紹認識，到2023年嘅時候已經拍拖2年，甚至發展到同居階段。嗰一排有份投資餅店嘅龔嘉欣，日日都喺社交網絡嗰度貼出蛋糕相，落力幫自己嘅品牌做宣傳。不過花邊新聞指出，呢一個松岡哲也亦都似乎特別鍾情於圈內嘅女星。喺同龔嘉欣喺一齊之前，佢喺2018年就已經同另一位 TVB 花旦蔣嘉文拍過拖。據知情人士爆料，當年蔣嘉文成日都去松岡哲也屋企過夜，一得閒就去南方位於中環 PMQ 嘅蛋糕店打卡做生招牌，簡直當正自己係老闆娘一樣，出錢又出力幫男友宣傳。身邊嘅朋友其實個個都知情，可惜好景不常，聽聞呢個松岡哲也非常之花心，又特別中意去中環夜蒲。同蔣嘉文拍拖期間，身邊依然有大班女人圍住轉。最後懷疑係因為有第三者介入，呢段感情先至無疾而終。雖然龔嘉欣之後面對媒體一再強調對方只係生意夥伴，但係明眼人早就將佢哋當成一對啦。當時龔嘉欣、黎諾懿同埋松岡哲也一齊投資開餐廳，龔嘉欣負責做大管家打理業務，松岡就負責甜品出品。呢個陣容本來被外界睇好。龔嘉欣仲特意加盟飲食集團去學企業管理，一心想營造商界女強人嘅人設。只可惜而家呢一段商業合作，連同嗰段傳咗好耐嘅感情，最終都只能夠用一封律師信嚟畫上句號，真係令人唏噓。講真啦，呢幾年龔嘉欣真係可以話係是非纏身。自從嗰年爆冷攞到視后之後，佢嘅運勢就好似開始走下坡路。
邊個都冇諗到佢攞完獎之後竟然直接被放入咗冷宮，命運就同當年嘅江美儀簡直一模一樣。成個2025年 TVB 竟然一部劇都冇安排俾佢演，反而將佢打發咗去做綜藝節目，直到今年佢先總算有機會入組拍攝。而就喺前排又一把火燒到佢身上，前無線花旦梁嘉琪突然喺訪談節目嗰度爆大鑊。佢直指當年自己跟住《金枝玉葉二》劇組去橫店拍外景嘅時候，遇到一位姐仔好中意擺款，成日對住身邊嘅人指指點點，搞到大家心裏面都好唔舒服。好彩當時同劇嘅伍詠薇睇唔過眼，出手相助，先幫佢解咗圍。梁嘉琪呢一番話一出，網上嘅吃瓜群眾即刻發生福爾摩斯去查案。咁大家就翻睇翻當年嘅演員名單，逐個排除之後，一收窄範圍，好多人一口咬定呢個中意擺款嘅姐仔肯定就係龔嘉欣啊！睇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覺得直接將矛頭指向龔嘉欣係咪太武斷啦？畢竟《金枝玉葉二》入邊女演員咁多，就算剔除咗前輩級嘅伍詠薇同埋鄧萃雯，同龔嘉欣同輩嘅仲有九雲慧啊。點解大家唔懷疑九雲慧，偏偏要龔嘉欣嚟孭呢隻鑊呢？嗱，咁正所謂事出必有因，大家之所以對龔嘉欣有呢一種刻板印象，全因為佢咁多年嚟喺電視城入邊嘅是非實在太多啦。最經典嘅一幕一定係2020年拍劇集《大狀元》嘅時候，唔知道佢當時受咗啲乜嘢刺激，個老短路突然間喺自己嘅私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陰濕濕咁樣指責同劇某位演員經常就請病假，搞到佢為咗遷就對方嘅檔期，要連續不眠不休咁樣開廠，最後係捱到體力不支要送院大修啊！龔嘉欣呢一封貼文一出，矛頭就直指同劇嘅拍檔朱晨麗。咁朱晨麗亦都絕對唔係好恰㗎，即刻就喺社交平台正面迎擊，窒翻佢一句：要炒作就行遠啲，好酒唔送啊，多謝。呢兩位花旦一來一回隔空開撕，搞到關係徹底破裂。之後連劇集宣傳都雙雙缺席，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咁睇到呢度，大家可能都會奇怪啦。既然龔嘉欣做人處事嘅人緣咁差，點解佢仲可以一路爬上咗一線，甚至仲攞到咗視后呢？有傳聞就話，全因為佢精通嗰套見低踩見高拜嘅本領。時間翻到2022年，當年《美麗戰場》播得如火如荼，女主角陳瑩上節目接受採訪嘅時候，突然爆出咗一個大秘密。佢話當初呢一部劇籌備確定由佢做女主角之後，有一位無線嘅花旦直接衝上某位高層阿姐嘅房，喊晒口咁樣投訴話：我唔明白點解要俾佢演啊！我喺呢度辛苦咗咁多年，佢又唔係演得特別好，而且聽講佢經常都遲到噶。陳瑩呢一番話基本上就差報佢個名出嚟啦。大家都估呢個喺背後督背脊嘅姐仔，好有可能就係原本傳聞中美麗戰場嘅女主角龔嘉欣。更加精彩嘅係，後嚟龔嘉欣接受訪問嘅時候，被問到陳瑩講嘢就句句有骨。我係捱翻嚟噶，19歲就簽咗俾 TVB， 從一個細嘅茄喱啡捱到而家，真係好感恩。咁除咗中意搞小圈子、眼紅新人之外，龔嘉欣仲捲入過搬弄是非嘅漩渦。大家都知道啦，佢以前同姚子羚係情同手足嘅閨蜜，感情好到搬埋一齊住。但係後嚟突然間反目成仇，唔再聯繫。有傳聞就話係因為有人將姚子羚嘅私人感情事當作係是非人情向外放了。姚子羚知道之後大發雷霆，兩個人嘅關係先至漸行漸遠。咁回顧完龔嘉欣喺電視城嘅種種是非，亦都難怪呢一次梁嘉琪爆料，大家第一時間會聯想到佢。不過龔嘉欣固然係厲害，但係爆料嘅梁嘉琪同埋伍詠薇其實都唔係乜嘢善男信女。明眼人一睇就知道，梁嘉琪呢一次爆料根本就係重演上一次伍詠薇爆料楊思琦被欺凌嘅手法，純粹係為咗博眼球、搶流量、攞人哋嚟祭旗嘅低端手段啫。對於呢一宗雙面人嘅風波，龔嘉欣最近就回應話自己正喺度忙緊新劇，根本就冇時間去留意，心情亦都冇受影響，覺得唔需要為自己平反。佢就話：我冇經歷過呢件事，唔知佢哋講緊邊個，不過我都唔想八卦，況且幫第二個電視台宣傳節目好似唔係幾好，今日講完之後就唔再講啦。一眨眼，龔嘉欣今年都35歲啦，入行咁多年，
事業上總算係從當年嘅御用妹仔一步步爬到咗視后級花旦，但係偏偏感情路就行得非常坎坷。翻開佢嘅緋聞名單，真係精彩過連續劇，涉獵範圍包括歌手、補習天王、富二代到日籍甜品師，數落嚟竟然全國足足16段緋聞。關楚耀、沈震軒、袁偉豪、黃宗澤、張振朗，每一個名都曾經上過娛樂版嘅頭條。不過傳咗咁多段，佢真正公開承認過嘅戀情，其實就只有同鄧健泓嘅嗰一段。兩個人係2010年相戀，當時愛得高調，甚至發展到同居。可惜呢一段情維持咗2年，最後仲係分手收場。隨住年紀慢慢變大，眼見身邊嘅好姊妹陳凱琳、譚凱琪一個二個都結婚生仔，升級做媽媽，龔嘉欣心裏面其實亦都開始着急啦。佢之前就老實承認35歲嘅自己確實係有啲恨嫁，所以決定今年要放開一啲，主動去約會認識新朋友。咁搞笑嘅係 TVB 官方社交平台最近亦趁住呢一個熱度抽水，特登翻出咗龔嘉欣10年前喺都市閒情做嘉賓嘅舊片段，畫面裏面佢就帶住啲怕醜咁樣講：我始終覺得呢女仔要學識煮飯嘅，因為要嫁個好老公啊嘛。而家呢一段片重新曝光，連佢自己睇到都忍唔住驚呼一句 Oh my god！ 連一班嘅網友都紛紛替佢着急，留言笑佢10年前就話要嫁好老公，而家仲喺度等，連肥媽都話搞錯啊，做咩到而家都仲未嫁得出啊？真係急死人啦！睇嚟呢一位事後想要真正上岸，尋覓到心中嘅真命天子，呢一條感情路恐怕仲有排行啊！